配合台南400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那从7月10号开始，第一场次到9月28，总共办理了15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15场的话，包括12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400森林活动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唔是逐层做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因为要栽种树会当利用这3个字，爱有正长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着一丛好的树出来。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就足济树实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新稻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旷快所在，伊会大甲足久。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望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400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共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最近这几天拄好是1年1度的天文大漏水，安平运河日透早水位嘛已经溢出来，地势较低路段有部分冒进水。不过因为市府已经提早正式移动式抽水机来抽排盖闭，避免像去年安平路大淹水的状况。每是当农历6月到8月，就是台湾天文大漏水影响期间。今年伫7月21到24，就是沿海地势较低所在，容易发生海水倒灌，加上个风台，所以水利局已经预先设立抽水机组来盖闭。市长委特嘛相当关心，特别到场会勘，提出水利局长的简报，希望将运河的水位维持伫1.02公尺，来溢到路面。
这水都一直在涌进来。那抽水机从那边抽，水就从这边流到那边，然后抽进运河。是很清楚，看到水在流动，在抽水的最高潮线已经过了。因应这次的那个天文潮哈，那大潮会造成我们安平区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在去年开始就针对于一些出口的这些闸门有去做了自动水闸。那另外在这一次我们也布建了相关的抽水机组。那在大潮开始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抽水，避免这个路面有积淹的情况影响行车安全。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相关的这个防汛的措施都能够做得非常好，这个路面都没有积淹的现象。23号一透早，水位已经满到路面，加上风台一步一步逼近，市府就来用临时抽水机组来抽排应用。为了彻底改善运河大漏水演化可能的饮水，迈进向中央争取5000万，将安平路7-9有趟海连通公路被防止外水倒灌。该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台湾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现在正是落来大出，市府将伫7月28举办大来落来节，来协助农民行销推广。不过这几天风台要来，农民拢无用采收，也用竹仔来固定树基，希望万全的准备会当降低损失。提起长长的竹竿啊，甲树固定条，风台接近。果农赶紧脚步，保护也袂当收成的油来呀。这种是比较古法的，用竹子，台风来虽然会摇晃，但是果还是稍微会掉。可是它主要的枝条如果没有断裂的话，它来年它蓄养之后，它继续可以再生长。惊风台来线无去就无所入啊，搁请一个倒板。无我家己也法度。油来呀，惊风佮惊水，照顾起来就亲像照顾囡仔同款，拢是果农的心血。提早来采收，做好防护措施，避免风雨来伤害。市府嘛要举办活动，替果农来行销油来呀。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最优质的大内酪梨，在哪里呢？7月28日，我们的大内酪梨节就在大内青果市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购买。担任市长王伟摕亲自出席宣传，全国上大的油来啊产区就伫咧台南大内，欢迎民众把握难得的机会，到大内品尝健康佮美味的油来啊好滋味。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拄当选民进党中常委的李丹天辉23号正式展开党内市长初选的亲天之旅，伫第一场拜票竞选行程，选择下营区先天上帝庙，希望会赢。来到下营的先天上帝庙参拜，李伟丹天辉正式宣布要竞选台南市长，当地11名里长全拢到场支持。要行遍每一个所在。用我们的倾听之旅，大家知影，女性无共款的，都是特别流；女性无共款，嘛是会当比别人特别硬。不过伫流甲硬当中，咱要带予台南的，就是一个新的未来。家地好心声记录落来，要互台南更加好。但天辉表示，今仔日选择下营区出发，意思就是下营伫6、7当前市长初选的时阵，空每一个所在拢给了真亲的缘分。即嘛要继续针对每一个地区的需求佮补强，所以要用倾听之路行遍36区。因为6、7当前，咱都有一套的政策，这个政策当中，这6、7当来，咱嘛有做的，有争取的，要安怎搁甲改变，作为上好的一个未来2026年以后，咱要推销的方向。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咱即马要做的。但天辉伫参拜了后，嘛一一向商家及摊商进行拜票，受到未少人的热情欢迎。不管是签名，也是翕相，隆重拢来。台南400人来，拢无出过女性的市长。但天辉要一步一脚印，拼出线。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农历6月18号，帝王爷生，在地点南天宫按照往例举办帝王爷圣诞庆典，上午举行团拜接受大典，现场传献主的圆仔，互先神大德加平安。
下晡嘛免费过七星平安桥甲静游的活动，吸引真侪信众参加。安南区12殿南天宫主事地府千岁，每年的农历6月18，庙方拢会举办盛大的地王爷圣诞的庆典。上午9点，由立管理委员会主委吴顺德带领庙方的技术人员举行团拜接受大典，场面盛大。扣手，再扣手，满扣手，先内小鞭炮。接续还有各有奖、交杯景以及各社团的团拜接收，包括立委林俊宪、安定国小，还有各交杯景，有欧红的文兴殿、嘉义的顺兴宫，以及溪埔红溪宫顶，场面热闹。每一档农历6月18日就是阮12殿南天宫来恭祝地府千岁、圣诞千秋、地王爷生这个日子这也是这所有的善心大德期待。为什么因为每一档的6月18日，农历6月18拄好每一档的中12殿南天宫每一档拢盛大来举行这个过七星平安桥。那每一日下晡东港6月18日下晡2点半左右阮就会准备平安素食卤面，来互所有的善心大德食饱食平安。然后3点左右准备要来过七星平安桥，过好搁静游所有无好的，互远离消灾解厄咱祈安祝福。除了上午的接受大典，另外12殿南天宫地王爷圣诞的重头戏，还有免费的过七星平安桥甲静游，为民众来消灾祈福。因为每年地王爷圣诞的活动拢伫暑假期间，因此嘛吸引未少的家长带小朋友前来参拜过七星平安桥，人数会拢超过2000人，非常的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一年一度的桂林释迦节，今年8月10号将伫林寿宫庙埕登场。市府甲桂林公所提前举办记者会宣传，邀请市长黄伟哲来代言。会场嘛展示拄采收的大麦仔品种，同时示范做释迦技能歌，邀请大家伫七夕情人节迄天来斗热闹。桂林释迦产量大约650吨，今年无受风台影响大丰收，目前品质好的大白仔一袋斤会当卖100块。市府乱桥甲桂林公所23号联合召开记者会，宣传今年释迦节好事来了，向前好事来啊！这活动要向大家展现产业特色，农民嘛拢踊跃出席，展现成果。今年的释迦啦，产量还不错，伊的价位大家拢食得起，伊的口感真的很绵密，香气阁有够安尼。你著8月初10是咱的释迦节，欢迎你著全国大家你著乡亲会当亲人来咱桂林。在七夕情人节那天，尤其我们有办了一个情人节的一个加码活动，我们在下午的13点14分一生一世，我们只要你凭着我们的情人的打卡照相打卡，我们就会在下午的13点14分来赠送小礼物，所以当天的活动舞台活动也非常的精彩，也有很多的一个集章的活动
其中有一条马高场替农民代言，提起拄采收要甲面变大的大麦啊，同时嘛甲业者做伙现场制作适客鸡卵糕，也要做到大喙食，会当看见适客鸡卵糕旁边的吸引力，邀请大家七夕情人节迄天拢来林秀宫庙埕参加适客节。2024年适逢台南400，我们今年的释迦节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尤其我们今年的释迦节是在8月10日，就在七夕的时候，那一定别具这个意义。那也欢迎所有的恋人，你们的恋情都像释迦一样甜，都像释迦一样软，都像释迦一样好吃，所以一定要来归仁释迦节哦。其中食家甜甜有味的适客鸡卵糕是因应这摆节日，全国独一无二研发的新口味，业者表示用料过程高工，就是要让大家吃到适客的原味。加鸡蛋糕，那是使用大木释迦去做的。那大木释迦里面会有籽，那为了做成释迦馅，我们用那个手工把它去籽完成，所以手工的制作上的过程会比较费时一点点。那本身释迦的甜度比较高，都不用加糖，所以吃起来蛮甜又好吃哦。记者会中，各级民代无拢到场到宣传，场面相当的热烈，麦当看见大家为地方产业和谐大团结。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主家宽屏三冠王相助车将伫7月底甲8月中举办2梯次的主播夏令营。营队当中，除了有新闻节目的制作，有做主播的技巧。今年更用伫 AI 的课程，看如何用 AI 做学习甲创业摄影。欢迎国小3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免费报名参加。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在地深耕30余年，用专业、用心与创新举办各项的公益活动，提供在地民众亲近媒体的机会。今年度再次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主办单位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随着时代演进，媒体生态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今年更融入 AI 课程，要让小朋友透过课程把 AI 融入学习的技巧当中。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那在今年度我们再次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那我们的课程内容除了跟之前一样，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新闻跟节目制作，然后主播的技巧，然后还有一些录音等等的这些传统的课程之外呢，那今年度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我们会有一些 AI 的课程。那最主要是要让小朋友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呢，可以把 AI 融入到他们的这个学习技巧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年度同样的报名都还是一样免费。那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帮小朋友来报名让他们可以来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课程活动。这次课程除了有资深新闻主播带领学员认识新闻媒体的幕后秘辛，制作富有人情味及洞察力的新闻节目内容，同时邀请台南市政府的官员、区长及里长担任课程的贵宾，让学员大展身手练习采访。另外也邀约业者知名的讲师带领学员认识 AI， 利用 AI 作为学习帮手及创意摄影等。因应大量的真假讯息侵扰，公司也特别安排媒体识读课程，教导学员辨识真假讯息，让 AI 成为事实查核工具。今年度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将分别在7月31、8月1号以及8月14、15举行，活动地点在台南市北区北城路中嘉宽屏双子星公司大楼，欢迎民众踊跃报名。记者李英根台南报道。第9档以后，台南市再次举办全国课展，22号暗时伫大台南会展中心开幕，各县市参赛队伍拢展现团队的精神，信心满满。其中有一天嘛到场替咱台南队加油，希望大家透过课展互相交流。3、2、1，请启动！
第64届中小学全国科学展览会正式展开，来自各县市的2834名师生拢来到台南，同时嘛表扬全国38名优良指导教师，感谢因对科学教育长期的奉献。我们希望在你们中小学阶段学习到研究科学的一个程序，未来大学研究所甚至到业界的时候，可以用这一个程序的话，继续为科学界努力奉献。为期7天的中小学全国科展当中，有405件作品参赛，其中台南市有23件，每拼前3名之外，还有学校团体、跟县市团体等大奖。市长黄伟体嘛特别替台南的同学加油打气。我们有这么多科学人才，不管是黄仁勋，不管是苏之峰，在科学界发光发热，但是他们都是从小开始养成，所以说我们的中小学科展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全国科展，台南市已经几乎10几年没有举办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今年争取到主办权，那我们一定会把它办好。台南市府为去年7月开始筹备这场盛会，总共27间学校投入超过1000名人力。今年拄好是台南400，以着趣味科展精彩台南做主题，规划一系列精彩活动，期盼各县市师生会当享受科展的趣味，品味台南的精彩。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为了认得的利空关村，经过东外修复，现在已经改建成利空新村园区，来推广关村的历史文化，同时嘛借着文物，和大家共同的记忆会当保存下来。二空起源于日本时期空军的补给总库。1950年，国民政府建制二空眷区，随着人口逐渐增加，二空眷村因此诞生。后来眷村迁建，二空原住户陆续搬离。2022年，市府在进行修复工程，建造二空新村园区。我是48年到二空的，像那个防空碉堡，以前我们在的时候啊，我们还上去玩那个叫做试管50机枪，能够保留的，没有那个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或者说，你看有的人问说为什么锈的啊，什么也不知道刷起来，不，这个原味就是这样。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二空新村是台南市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园区，肩负推广眷村历史文化责任。南侧的防空碉堡是日治时期到战后防空军事设施的重要见证，具历史文化价值。另外还设置一架 F-51退役战斗机，也是航空工业划时代的产物。这些过去的回忆能够具象化，或借着这些文物或者这些过去的纪念的这个共同的记忆，能够把它留存下来。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回忆，而且能够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物件，那能够一直留存在居民以及后代子孙的心中。透过二空眷村改建，将早期的生活点滴具象化，同时彰显当年空军的军风以及文化传承的意义。记者说怀谈的报道。感谢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